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4月24，诗篇117篇1节到20节安尼讲：万国啊，恁着学乐耶和华；万百姓啊，恁着称呼伊，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。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，恁着学乐耶和华。三角来祈祷，对阮大施慈爱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有怜悯、有恩典的上帝。主啊，你是公义甲圣洁的主。总是你无快快生气，阁有丰盛的慈爱。你无爱定阮的罪，却是用久长的吞忍来听候有罪的阮越倒转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好，你的智慧永永伫地。求你无弃杀阮这个属你的百姓，因为你是阮的上帝。主啊，世间的一切拢无法度甲你通比，只有你是阮的拯救甲盼望。主啊，万国拢要学乐你，也要称呼你的名，因为你对阮大施慈爱，因为你的诚实永远伫地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